大家好，今日係我 Irene 同大家講座的秘密嘅第15課。至誠真心嘅祝福係無上密法。喺開始啟動執行推送祝福行動之前，可以先觀察自己原先生命地圖，然後對照執行嘅狀況，兩者相互之間對應關係是否已經產生化學變化，喺無形之中撥轉你嘅命運，扭轉你既定嘅命盤，生命豐富精彩是否達到最完美嘅組合？有啲人會質疑，究竟要修多少年才能夠達成呢一個成就呢？單憑祝福怎可能就此搞定？懂得道理嘅人固然不少，但係也有許多迷失及否定先入為主嘅觀念，導致損失咗實驗嘅機會。我必須要實事求是，呢一項執行推送祝福行動屬於無上物，係經歷過實驗而嚟，不是憑空冒出、冇憑冇據地要人們相信。密法有千萬種，殊勝嘅程度還是得兩賴實驗嘅結果做依據。有啲人實驗得不到預期嘅結果，原因就係在於頻率不及，力度不夠。祝福嘅頻率同埋力度可以看出你用功嘅程度，檢測你是否真正地想要完成祝福嘅功課。推送祝福時，若只係淺淺地祝福，沒有一片至誠發自內心，就無法讓對方接受你嘅能量。這樣嘅祝福力度不夠，效用自然不大。如果你靜心思量，明白地球係圓，你所推送出去嘅祝福會繞着地球一圈，最終承載着宇宙嘅祝福回到你身上。呢一項道理，你就唔會吝嗇於秒秒推送嘅祝福。祝福嘅頻率必須要秒秒祝福，而秒秒祝福嘅力度不可隨便。漸漸你就開始得福。得福嘅時候，善良嘅同理心會希望他人也能夠和你一樣得到福氣，因此心生歡喜嘅同時，再次將祝福推送，如此地善良循環，正是積福得福嘅過程。所以只要你願意輸入善性程序，必定能執行推送祝福行動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今日嘅座的秘密第15講已經完結啦，喺呢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、幸福圓滿。感謝你嘅聆聽。